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法仔生活頻道即發布新聞嘅第二個部分。今日係2025年嘅6月9號。咁呢度咧補翻俾大家咧上星期五啊 Diddy 案第18日嘅重點。咁喺星期五咧，係由原告人 Jane 都係一個化名嚟嘅，全日作供描述咧佢同 Diddy 嘅關係發展啦、性交易安排、濫藥行為、精神同埋身體創傷，以及 Diddy 咧係點樣透過金錢、情感同埋藥物咧進行對佢嘅操縱。Jane 咧指 Diddy 希望佢成為 wild and sexual 嘅 freak， 即係成為狂野同埋性感嘅怪物啦。並且安排佢同第三者進行性行為。有錄影記錄顯示啊 ，Jane 曾經要求佢發生性行為嘅男子戴安全套，但係 Diddy 咧出聲反對。當 Jane 對某一啲嘅酒店夜之後情緒崩潰咧 ，Diddy 咧成日都會同佢講唔好喺而家喊啊、掃興啊，嚟到打壓佢嘅情緒。Jane 供稱啊，每一次酒店夜完結之後，佢都要幫 Diddy 咧係沖涼啦、煮飯啦、按摩啦，陪佢睇佢最中意嘅節目啦，然後咧先至可以咧擁抱入睡。雖然呢啲儀式咧令到佢覺得好幸福，但係內心咧係極為空虛同埋悲傷㗎。佢向 Diddy 傳信息表示：我唔想再履行你要求我做嘅酒店夜啦。佢覺得 Diddy 只係因為佢參與酒店夜，先至願意咧幫佢交租嘅。Jane 指出，佢之所以會吸食搖頭丸等等嘅藥物，係因為唔想太清醒。太清醒嘅話咧，會令到佢覺得啲事情太真實同埋太痛苦。有一次佢拒絕用藥進行呢個酒店夜，但係結果咧感覺太差啦，最終自己咧向 Diddy 咧都係要攞翻啲藥物啦。如果 Diddy 嘅毒品咧用晒，佢會打電話叫助理、管家或者保安咧送嚟呢啲毒品，包括可卡因啦、搖頭丸啦等等嘅藥物咧係入酒店房嘅。Jane 曾經擔心幫 Diddy 攜帶毒品上飛機係非法嘅行為，但係 Christina 即係咧 Diddy 嘅幕僚咧就會同佢講冇問題啊，我成日都咁做噶啦。最初係 Diddy 負責安排男人，而阿 Jane 咧就唔舒服啊，就提出不如自己揀呢啲男人啦咁。第一次咧就揀咗一位叫 Sly 嘅色情片演員，並且安排佢飛去 LA 同 Diddy 啦同埋 Jane 一齊㗎。Jane 咧指酒店夜係差唔多每星期一次，有陣時咧係一星期2次。2023年10月之後咧就開始減少，只係喺 Diddy 位於邁阿密嘅住所發生。Jane 證實 Diddy 會叫佢 FaceTime 同其他男人 flirt， 要求對方 send 啲性器官嘅相。Diddy 咧會喺佢旁邊觀賞 FaceTime。Jane 咧唔想做，但係咧覺得自己要迎合 Diddy。每一次酒店夜之後咧 ，Diddy 咧都會用現金大概2000到4000美金咧支付參與者，佢會叫 Christina 或者係保安送錢嘅。Jane 指出喺生日派對當晚 ，Diddy 咧送咗俾佢有手鏈啦、花啦、氣球，但係之後咧就邀請2名嘅陌生男子加入。Jane 試圖要求用安全套，結果咧係令到 Diddy 唔高興啊！整個生日之夜歷時超過24小時 ，Diddy 咧就俾咗佢潤滑劑，送完禮物之後咧就出言諷刺佢，令到 Jane 嘅情緒崩潰。之後 Diddy 咧仲要求佢咧向呢啲嘅男子咧為自己喊啦同埋投訴咧係致歉嘅。控方向陪審團展示15張裸照，公眾咧係唔可以觀看嘅。Jane 表示曾經被錄影而不情願，佢自2021年起已經寫下多篇嘅備忘錄，描述被利用、痛苦、無力嘅心理狀況。Diddy 咧承諾會俾錢養佢啦，幫佢租屋同埋生活費，而 Jane 咧係需要負責照顧 Diddy，令到佢開心，亦都包括咧係參與性活動。Jane 被逼咧係同3個人連續性交，雖然咧佢已經表示唔願意 ，Diddy 仍然堅持咧要家人入場啊。每一次發生酒店夜之後 ，Diddy 咧都會送上禮物，但係咧附帶強烈嘅操控意味。Jane 咧引述一條2023年10月16號嘅短信表示 ：I'm not a porn star, I'm not an animal， 即係話咧我唔係一個色情嘅明星，亦都唔係動物啊。反映佢深感自己被剝奪尊嚴，遭到 Diddy 強迫參與性行為。Jane 咧亦都説明兩個人喺2023年簽訂2年愛情合約，內容包括月付$10,000美金嘅租金，作為擔保佢參與相關嘅活動。拒絕者咧隨時會被停止資助。Jane 表示佢已經唔記得咗自己同 Diddy 講過幾多次話唔想再有酒店夜，但係通常咧都係用短信講嘅。佢話每一次當佢試圖用電話或者親口表達嘅時候 ，Diddy 咧就會控制住整個對話，變得具防衛性、貶低同埋漠視。佢作供話
到咗2024年，兩個人關係尾聲嘅時候，Diddy 同佢講自己唔知道佢唔想參與酒店嘢，當時咧佢信咗啊，但係後嚟翻查同 Diddy 嘅短信，先至發現自己早喺2021年開始已經表達咗呢一種嘅感受。早前咧，卡士喺審訊之中亦都曾經作供，表示當佢提出唔想參與嗰啲吸毒性行為嘅時候咧，Diddy 咧同樣都係咁樣對佢漠視㗎。Jane 當庭讀出佢喺2021年11月發俾 Diddy 嘅短信，內容提到佢感覺自己受到唔公平嘅對待，並且需要唞啖氣同埋暫時離開 Diddy。Jane 表示喺佢生日參與完一場 Diddy 安排由3名男子參與嘅酒店夜之後冇幾耐，Diddy 就喺公開場合高調炫耀佢同另一個新女伴開始咗戀情，令佢覺得好心碎，仲覺得自己好 cheap 啊。Jane 係咁樣寫，並且咧喺庭上讀出呢一段嘅短信。我喺生日當日根本唔想做嗰啲嘢，但係我只係想我哋可以開心咁樣過一晚。我又再一次覺得自己好 cheap 啊！喺生日之後 ，Jane 咧就話 Diddy 叫佢飛去 Miami 一齊安排一個補足生日之旅。佢哋計劃咗去一個群島，而 Diddy 其後咧仲提議我哋應該安排一晚放縱嘅狂歡，然後直飛機場。Jane 作供話佢呢一句説話代表 Diddy 係要再搞一晚酒店嘢。Jane 表示佢原本只係想要一趟只係屬於兩個人嘅旅行。去到小島嘅第一日，兩個人相處之後 ，Jane 咧就回憶話，之前曾經參與酒店夜嘅其中一位男子突然話要飛過嚟，佢哋喺附近一間酒店見面，並且咧係逗留至第二日嘅晚上發生咗性行為。證人阿 Jane 呢將會喺星期一繼續作供。檢控官表示佢極可能咧需要用盡整個星期一嘅時間先至完成對 Jane 嘅主問。辯方律師主張陪審團唔應該見到 Jane 嘅 iPhone 備忘錄多次稱呼 Diddy 為騙子嘅文字。不過咧，檢控官就反駁呢個備忘錄清晰反映咗 Jane 當時嘅心理狀況，而且屬於一致性陳述，有助加強 Jane 現場證詞嘅可信性。檢控官補充，控方目前正嘗試證明以欺詐手段進行性交易，而呢份備忘錄顯示 Jane 當時係感受到實質性欺騙，內容反映 Jane 係基於 Diddy 對佢所講嘅説話，例如承諾單獨相處作出旅行嘅決定，但係最後都係被帶去參與酒店嘢。而辯方辯稱Jane 所提及嘅大話只係關於 Diddy 有冇其他女人啫，唔足以構成重大欺詐。Jane 作供嘅時候表示，佢之所以覺得自己俾人呃，就係因為 Diddy 成日都會承諾佢會有兩個人獨處嘅時間，但係每次見面都會變成酒店夜。咁呢一度就補翻俾大家上星期五呢個庭審嘅重點啊。咁聽日就會 update 翻晒㗎啦，就會去翻星期一嘅庭審重點。咁我哋下次再見，記得睇埋條長片啦，拜拜。